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南市朱丽时尚美学管理协会，趁耶诞节进前，结合着加油站甲咖啡厅的空间，来举办着公益活动，邀请着亲子做伙来做精油的地库，而且甲啉了的咖啡杯啊，摕来做手工的盆栽，有不少的民众到场参加。台南市朱丽时尚美学管理协会伫理事长王丽婷的带领，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等的爱心团体。 伫后边加油站的咖啡广场举办手作 DIY 购防疫和妇幼保护宣导活动。是啊，透过 DIY 也让你再一次的知道说，手工香皂是怎么做。我说你把它培育好的话，它也是第二个专长。我们把生活的舒压的课程规划在我们这次一个公益的一个免费的 DIY 的手作课程。伫爱笑瑜伽协会开场舞，佮有洗手歌的宣导，真侪亲子嘛拢对咧跳。原本拍算会有100位亲子来参加。 毋过因为伤侪人报名，主办单位嘛追加到卖200位，佮分做人造花盆栽，佮有精油手工地库分开上课，互大位亲子拢参加真欢喜，嘛为伫要到的圣诞节增加欢乐的气氛。